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son。咁今期咧就想發表一啲關於租樓嘅一啲自己嘅觀點啦。先租後買呢個話題，今年年頭 hit 到依家啦。其實好簡單，今年年頭一位 YouTube 嘅大博主啦，就同大家講，建議大家嚟大灣區退休嘅時候，先租定再買啦，唔好咁盲目咁樣咁衝動咁樣就直接衝上嚟就買啦，係咪先？咁然之後咧，咁呢一樣嘢咧，即刻就得到咗好強烈嘅反饋啦，就係好多 agent 企出嚟以各種論點去駁翻轉頭，咁希望拉翻啲少少市場，拉翻嚟，唔好全部都走晒去租啦。我啲買樓市場點做啊？係咪先？咁就好多博主有好多論點啦。其實啱推出嘅時候一樣嘅諗法啫，大家一樣。死咯！又點 sell 樓啊？咁玩嘅？大家都 agent 都係咁樣諗嘅。咁後尾咧，我都係諗翻清楚，就覺得係順應市場啦。因為既然市場有呢個需求，咁我哋就去做。存在即合理，你冇辦法話去駁佢嘅。其實，因為依家事實就如此，好似我哋公司、我哋門店咁樣啦，一個月基本上成交10幾張咁嘅租單嘅。點解啊？因為真係有需求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咪有租單咯。舊年以前都冇嘅，從今年年頭開始超多香港朋友過嚟做。OK， 冇問題。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租樓或者二手樓咧，都可以掃描上面嘅 QR code 咧，去下載翻我哋貝殼找房呢個 APP， 可以睇翻租樓啊同埋二手樓一啲做翻對比，做翻選擇。所以好多朋友選擇我哋嘅時候咧，無論係二手樓、租樓、新房，我哋都可以有，絕對唔係單一嘅。咁繼續講翻我觀點先。啱先都同大家解釋咗，我哋係有做開租樓嘅生意啦，所以我哋係有話語權去同大家講呢個論點嘅。咁首先我哋要知道租樓係邊啲客戶群體先。我總結落嚟咧，我哋鋪頭嘅4大類型。第一個就係我覺得好實際嘅，買咗樓喺度，我又退咗休啦，然之後我想要裝修，咁我睇住裝修喺度，我冇理由買咗樓睇住裝修，我仲租酒店係咪先？我係咪要租樓先？咁呢個合理吧 ？OK， 咁就係買咗樓睇裝修租樓噶啦。咁第二種咧就係海歸華僑。咁呢一類咧，點解佢哋會租樓咧？好實際嘅，佢哋都想買樓，但係因為佢哋內心咧係會有少少喺度諗緊。喂，大佬，我幾廿年冇翻過大陸喎，大陸依家咩環境啊？雖然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好多片介紹大陸好似好咁樣，但係因為社會唔同、民風唔同、習慣唔同啦，咁你可能喺加拿大、美國啊、澳洲啊、英國等等，咁你翻嚟呢邊可能好多嘢唔一樣，擔心自己需要一個適應嘅過程。咁就會去租樓，係咪先？就係呢一類非常之強烈建議呢一類嘅朋友可以先租樓，感受下呢一個社會氛圍、人嘅質素，同埋平時一啲生活習慣啊、買嘢啊、支付呢啲咁啊。其實雖然好簡單，但係你有個過程咯，因為未知係恐懼噶嘛。咁可以試一試先，再去入手買樓嘅。第3同第4樣咧，其實就好簡單啦，分別係退咗休同未退休嘅。咁我哋先講第3個就係未退休嘅。佢好似真係唔急買樓，係咪先？好簡單，我未退休，但係我又成日同啲朋友由北上揸車上嚟玩去購物，譬如上嚟飲2杯，或者帶小朋友去邊啲景點玩下咁樣。但係我想有個落腳點，唔使話下下租酒店，因為我上嚟玩，可能我有帶住屋企人啊，有細路啊，3、4個人。如果呢種情況下我去租酒店咧，好似就唔係好方便，係咪照顧小朋友或者照顧老人家？咁如果我租到一套樓喺度，2、3千蚊一個月。咁我放咗喺度，得閒上嚟用，好似又唔怕肉赤咁樣，又有落腳點，係咪先？咁呢種我覺得 OK 嘅嚇。咁所以都係呢種朋友租樓嘅，以一種度假形式租樓，就唔使話為咗度假直接買套樓喺度百幾萬放咗度，因為佢哋未退休嘛，佢哋再10零20年先退休，到時候退咗休，套樓都老咗啦，咁早就買咗，依家第4代咯，10年20年之後都唔知第幾代住宅啦，係咪先？呢一類朋友咧都係可以考慮租樓先嘅。咁第4類咧就係已經退咗休嘅朋友啦。好多人就問：喂，大佬點解退咗休冇買嘅？其實都好直白，就係暫時對呢個大陸樓市唔係抱住一種好樂觀嘅睇法，擔心買完之後就降價、價值問題啊，或者係個價錢未到自己心理嘅預算啊等等呢一類。但係佢又已經退咗休啦，佢又想上嚟呢邊居住輕鬆啲，所以就會先上嚟租住樓先，等呢個樓市嘅價錢到自己一種心目嘅預算，或者自己有信心嘅時候再去入手。咁上面4類咧就係我哋公司目前有成交到租樓嗰啲朋友啦。咁多數就係呢一類人群啦。回歸到我哋片頭嘅問題啦，我哋去駁一啲論點嘅時候，你要知道點解咯，而唔係話
佢拋出呢個問題影響到我嘅生意，我就一定去駁佢。No，你駁佢冇用啊！你有需要我咪做咯，係咪先？人哋係有需要，你去駁佢冇意義。所以大家呢，只需要順應自己嘅內心，好簡單嘅其實。我覺得作為消費者係咪先？你想租樓你咪租樓咯，你想買二手樓就買二手樓，你想買新樓你就買新樓。根據自己嘅實際需求同埋實際情況去做翻相對應嘅嘢就 OK 啦，唔需要相信一啲人拋出嚟論點啊，谷你，唔好租啊，梗係買樓啦，大佬鬼唔知你媽女人咩？係咪先？我大把錢，我輸咗我都唔肉赤嘅，冇所謂你去買係咪先？但係依家屬於大家都比較謹慎，退休我都相信大家資金都係比較謹慎啲，係啦，唔好亂喐，因為有時候可能行錯一步。你要付出好多代價，咁而且買樓確實都唔係以前咁樣話真係買棵菜咁樣啦，係咪先？以前市場買咗會升嘅，買棵菜咁啦，依家嘅景唔同啊嘛，係咪先？大家順應自己嘅內心需求就 OK 啦，唔使聽啲人講嗰啲大道理。買樓係幫人哋供樓啊，幾廿歲好難租樓啊，又話租樓冇歸屬感啊，大佬，你講呢啲論點係咪先？你無非係想為自己嘅生意去做翻一啲論證，但係我哋做嘅係根據客戶嘅實質需求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租樓、二手樓、新房，都可以私信我哋。我哋好榮幸可以為大家服務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